就是各位领导、副领导、各位组长、各位成员，大家午安，大家好。候选在刚刚从政时，候选大家都努力大家把这个第一个候选人看，今天9月8日他们的其实和我们平常我就平常很好的都平常的。那么候选人因为企业在股在那个在那里的努力在那大家在努力要找出路来，我要经营这个合作。那我就让这个大家来今天很多的路上，我这样子下来因为我有那一呢，他今天对你上交所以大概18事情多的话，就像就有刚刚的大家以公交推进行，公交完交车要打跟的话都差不多。那有那之后，给他提供新闻出版，东西的话，今天为一公交就是业委会，他在后这个当中，他对他的儿子然后为什么我今天就是最主要因为太清楚了，刚刚我以前说，你这个我也都有你的时候，我来过，外省地、外公里、外省市，都是要有我的信息，你光数学公式、化学公式、都是要一百回的，一等大一百回的，所以你考上高天气象跟人家有特殊，而且他两个都可以因为。说他不知道，这个原因就是别的有别的，他有我老好的福音，他有说到这个大陆，他在写一扩展他，这个我是因为他为了他不知道有多少好的福音吧，他为了这些福音他很多他说，这个他的不会，要他有福音这边，因为他这个会就不找一个他的看看，都在那个。都有自己的做下去，他把我打，然后这个给他看你的，应该就是他这个打，这个他这个我这个这个环境其实现在我是在这个大家输入，大家在输入啊，这里不要你说有这个有工作我们好把我们看路，我那边努力把这个他们你说好让大家看到我这个后面在他们家，我们这边有情况，后面这样子还有情况，然后有在我这个一个人一个你们把这个衣服那年轻的人他不，他们一个人怎么进去的，然后一直到一个人。其实他看到我们这个这个其实大家后头的方法，你给他做了主要这个口气都是前面，所以到那个他让我们因为有的地方在北京啊，有的不标准的东西，你不要说你的历史的大历史，你不要你的经济不大一样啊，你的大历史。大家都在这个好坏有什么这样的事情？
Gracias.